咱繼續來關心，這高雄某一間國小4年的老師，伊來行地路。這高雄市的教育產業工會就講呢，這老師佇前一間學校教8年啊，這工會捌受理伊的申訴，認為講伊在生時陣有受到這職場霸凌，已經接受這家屬委託要來向這市政府檢舉。啊，那教育團體也講呢，有真濟老師佇咧休熱期間根本就無佇咧休困，而且佫愛配合政府推動青春專案，休熱時陣佫愛來準備課程，負擔是真大。高雄市教育產業工會提出社群信息內容，組成林老師捌反映請病假，和校長要求找代理人。這對話甲錄音證據攏係由高教審在市府組成調查小組查明時陣全部交出。第一個，他老師要送教單出去的時候，他要求老師要在家執行公務這件事情都是事實。那再來第二個，那校長一直否認說他有逼林老師調校。家屬懷疑林老師佇前一間學校教冊時陣拄到職場霸凌，委託工會帶回申訴檢舉。市府表示，專案已經組成調查小組，別個對話回應。13下晡聯絡林老師教冊前一間學校校長，一個電話手機攏無人回應。電話已轉接到語音信箱，已嘗試聯絡的對象目前無法接聽。不過學校第雜誌發聲明，自去年得到推薦參加活動頒獎獎，後來老師捌向產業工會申請入組調解，學校承諾尊重老師意願，確定有參獎條件了後才報名，最後也決議未參加。林老師今年6月休困的時陣，學校正規定辦理，由老師代理，也強調老師申請調校是個人權益，學校絕對袂強迫。專教師也指出，這幾年老師行政檢量攏無啥物成效，即馬就要開學，未少老師成員壓力袂細，因為有寡人愛面臨包含行政人力規劃、排課備課等相關的壓力。我只能說這幾年是有增無減，然後各部會，比如說暑假的時候有那個青春專案。那他一個行政院一個文發下來，就是各部會全部發到最底層的學校，學校每一個處室都要負責。最近過來欠老師，雖然地方政府規劃有學部人力配給，啊，不過常常干來配一人，對學生較濟大校無實際幫助，是要讓教學環境更較友善，恐驚也有真長的解決路要行。記者綜合報道。